黃金一直被稱為避險工具，但點解咁多人投資黃金？又點解成日有人中伏，落入倫敦金騙局？今日呢條片，我會用最簡單嘅方法，帶你由零開始，了解黃金嘅真正價值、投資方法，仲會拆解最常見嘅倫敦金騙局。歡迎嚟到阿尼投資功課，我相信普通人都可以學識投資。等我陪你由零開始，一齊畫出你嘅財務自由地圖。本內容僅供資訊同教育用途，唔構成財務建議。投資前請大家自己衡量風險。講到投資黃金，入正題之前，我一定要提醒大家，千祈唔好跌入倫敦金騙局。如果大家都好有警覺，可以跳過呢部分。本身倫敦金係一種合法嘅黃金現貨交易，而騙徒通常以倫敦金名義引誘受害者係非法或者監管不足嘅公司開立賬戶。佢哋聲稱可以超高槓桿炒黃金，又話24小時交易，聽落好似專業平台，其實好多都係詐騙。然後騙徒用盡方法叫受害者簽授權書，將賬戶交由騙徒全權操作。騙徒隨後唔理金價係點，就只會不斷頻繁交易，收取高額佣金及費用，使受害者迅速承受巨大損失。再無良啲嘅，騙徒仲會呃你嘅本金之後，仲會叫你補孖展，再呃埋你嘅補倉錢。香港金管局、證監會同埋警方都多次出過警告。真正合法嘅黃金投資係透過銀行、證券行或者有牌照嘅交易所產品，例如 ETF， 同呢啲所謂倫敦金完全唔同。一陣我哋會提到真正合法而常見投資黃金嘅方法，新手一定要分清楚，揀錯平台反而會輸到1蚊都唔剩。黃金有咩特別？有咩因素令呢嚿黃色嘅金屬可以不斷升值呢？黃金嘅內在價值亦來自於佢獨特嘅外觀、物理同化學特性。黃金一嚟好靚，閃令令；二來係延展性同可塑性最強嘅金屬，仲係極佳嘅導電體同導熱體，並且高度抗腐蝕、抗氧化，唔容易生鏽。所以黃金且唔單止係傳統嘅珠寶用途，仲可以用嚟交易，而且喺現代工業、科技同醫學領域應用廣泛，例如手機、電腦入邊嘅零件，仲有航天科技、醫療器材都要用黃金。2024年仲有一個新趨勢，人工智能嘅發展推高咗對電子零件需求，間接令黃金工業用途增加。換句話講，黃金唔單止靠稀有同埋情緒價值去支持佢嘅價值，仲真係有實際嘅工業應用需求。以上嘅特點造就咗黃金嘅歷史同地位。幾千年前已經有唔少文明已經用黃金嚟做貨幣，由古埃及、古希臘到近代美國都試過用金嚟支持貨幣嘅價值。而且央行近年都積極增持黃金儲備，因為佢有以下特質：唔會破產、冇信用風險，而且政治中立，唔受任何單一政府或者貨幣控制，又冇得好似銀紙咁瘋狂印出嚟。即係話，就算金融系統出事，黃金依然值錢。呢個就係佢咁耐都咁受信任嘅原因。連續3年，央行淨買入超過1000公噸黃金，呢股長期需求令金價有強大支撐。咁作為普通嘅散戶投資者，點解投資黃金？主要有3大原因。第一，避險。當經濟有動盪、戰爭或者金融市場大跌，黃金就會成為資金避風港。第二，抗通脹。如果紙幣貶值，黃金因為供應有限，可以保持購買力。第三，分散風險。黃金嘅走勢通常同股票、債券唔同步，相關性唔高。股票跌嘅時候，黃金唔一定會跌，所以黃金可以幫你減低投資組合嘅波動。例如2008年金融海嘯，股市大跌，但係黃金就升。同樣地，2020年疫情初期，黃金都係投資者嘅避難所。投資者點樣買黃金？最簡單分幾種方式。第一，買實物黃金，例如金條、金幣等等。第二就係買紙黃金，例如黃金 ETF、期貨等等。第三就係投資黃金相關股票，例如上游嘅礦業公司、下游嘅首飾公司等等。以上每種方式都有其優勢同劣勢，一陣就會講到。首先，實體黃金嚟講，買金條、金幣最大好處係你真係實物擺喺手，俾投資者一種實實在在嘅安全感。有啲人如果相信風水命理，佢哋會認為放金條可以聚財啊。但係問題係儲存保險麻煩，唔係人人方便。
例如盜竊、天災等風險。如果有保險箱、夾萬等等嘅安全設施嘅話，買實金都係一個選擇嚟㗎。第二，黃金 ETF 嚟講，黃金 ETF 係喺交易所上市嘅基金，用實物黃金作支持，價格追蹤金價。例如美股有 GLD， 港股都有2840。你可以好似買股票咁樣，直接買入黃金嘅價格表現，唔使理保管。優點就係交易方便，好似股票一樣買賣，入場門檻又低，適合新手。所以如果純粹係做資產配置嘅話，買黃金 ETF 就會係最方便嘅選擇。除咗普通嘅黃金 ETF 之外，仲有黃金期貨、期權同埋黃金槓桿 ETF。呢類工具有槓桿效應，少少本金可以控制大額倉位，所以風險比較高。而且槓桿有成本，而槓桿 ETF 有磨蝕效應，適合有經驗嘅專業交易者做短線操作，而唔適合長期被動投資者。如果想重溫翻長期持有槓桿 ETF 嘅缺點，就可以睇翻呢條片啦。咁投資黃金之前要注意咩？第一，黃金唔派息，佢唔似股票有股息，唔似債券有利息，純粹係資本增值。黃金同長期利率呈反向關係，當利率高企，債券等有息派嘅資產吸引力會增加，黃金冇息派就冇咁受歡迎。第二，黃金雖然長期有保值功能，但係短期都會波動。例如有啲時候市場冷靜翻，資金走去股票，黃金就會跌啦。所以唔好當黃金係穩賺嘅工具，而係當佢係投資組合嘅一部分。全球最大對沖基金橋水基金嘅創始人 Ray Dalio 建議，黃金喺投資組合入邊佔10%至15%，目的唔係為咗炒短線，而係用嚟分散風險，幫你喺市況差嘅時候頂一頂。因為黃金價格唔會同股票一齊跌。如果想重溫翻組合管理嘅重要性，就可以睇翻呢一條片㗎。黃金概念股方面， ETF 就有 GDX 金礦股 ETF。佢嘅組成有黃金產業鏈入面嘅公司。至於上游金礦股，即係買開採黃金為業務嘅公司嘅股票美股，有 NEM， 港股就有2899紫金礦業、1787山東黃金等等。金價升嘅時候，金礦公司嘅盈利有機會升得更快。不過金礦業股票並唔一定完全跟住金價走，仲係博某一間公司嘅表現同管理能力，同埋其他貴金屬或者工業金屬嘅升幅，所以係有一定營運風險。如果只係想投資黃金，金礦股未必啱投資邏輯噃。至於黃金產業鏈下游，仲有一個選擇就係黃金首飾概念股，通常就係一啲零售金鋪或者奢侈品公司，例如港股嘅1929周大福、6181老鋪黃金等等。呢類公司咧，主要做黃金首飾生意，好似首飾打造、零售同銷售。咁呢啲股票同金價都叫有啲關係啦。但係要注意，除咗金價因素之外，仲有好多其他因素影響呢啲首飾公司嘅股價，例如品牌合作等等。所以呢類概念股比較複雜，似奢侈品概念股多過黃金概念股，其中某幾隻更係投機味十分濃烈，營運風險就更高。新手如果想單純接觸黃金市場，與其買咁複雜嘅概念股，又要睇住金價，又要睇金鋪產品好唔好賣，倒不如買實金或者黃金 ETF， 更加直接同埋簡單啦。總結嚟講，黃金嘅角色就好似投資世界嘅安全帶，平時可能唔覺得有用，但跌市就救你一命。你又點睇？會唔會考慮喺投資組合加翻少少黃金做保險？你會投資實金 ETF、金飾定係股票？歡迎留言分享你嘅諗法。如果呢條片對你有用嘅話，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阿黎投資功課。我哋下次再見。